隔剩18天哦，特别选总统甲立委。今仔早起有28个民间团体针对8个政党提出性别政见的调查哦。民间团体是指出讲，国民党、民进党、佮民众党这3党领上侪政党补助金，也毋过哦，因针对性别拢无提出具体的政见，这应该会检讨。即届2024次大选选民会领到3种票，分别是总统票、立委票和政党票。民间团体认为，各政党应该爱向社会说明因支持的价值，为着要较全面性了解各政党的性别政见，妇女新知基金会和其他27个民间团体联署，向8个政党提出2024次大选性别政见问卷。民团根据各政党的回应来公布政见承诺。透过民众认同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提出更好的政见跟政策，然后这也是我们民主深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然后由政党来很负责任的向民众提出他们所有的诉求跟承诺，那后续也是让民众继续的能够监督。这份政见问卷提出9项性别提问，包括女性参政比例、减少男女薪水差别，也有长照等等关系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的议题。民团批评身为参与总统大选的3大党领上侪政党补助金，但是针对这个议题，拢无较具体的政见，应该爱检讨。民进党的部分，它现在是一个执政党，但是它现在它给我们的回复大部分都是采取现在已经正在施行的一个政策，其他的题项少有正面的一个回答，直面的一个回答哈。如果说这一份民间的那个社团的回复不是民众党跟国民党唯一提到性别平等的政见的一个文件的话，那对这2个最大的一个反对党哈，他们目前是我们最大的反对党，那我们还要由民间团体来询问他们才肯要回答。或者是应付我们的话，那实在是有一点悲哀。相对来讲，民间团体肯定其他政党，像时代力量、基进党，也有绿党、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拢有较积极实在政见。妇女新知基金会表示，目前已经把这政见回应拢放伫网络，互选民参考，嘛毋望未来这政党会当好好实践因的承诺。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